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收睇賽馬小子嘅頻道啦。咁琴日咧男爵爺咧就爭少少啦嚇，跑咗個近鏡四啦。其實如果跑入嚟第三嘅話，就會非常之好分，因為位置都9點幾倍啦嚇。最後亦都有6格啦。咁佢出閘嘅時候咧，其實我見到巴度都個動態都積極啦。黐住條愛蘭咧，我真係覺得有少少機會嘅嚇。但係奈何可能呢一匹馬咧1000米真係有啲短嚇，變相佢唔係好撻得着啊嚇。變咗可能之後咧。1200米嘅時候咧，我覺得個機會咧會更加大嘅嚇，繼續保存住呢隻馬先，睇下下一場會點樣部署啦。咁至於頭場嘅太行美景咧，咁就落到5班咧，我相信一定係有競爭力㗎啦。只不過咧，黃志宏可能係第一次就騎呢隻馬啦，賽前亦都冇摸過啊，變咗咧佢跟翻前㗎啦嚇，同我預期一樣跟翻前嘅。但係結果就沿途太搶口啦，變咗入直路嘅時候咧，隻馬唔係好多嚇，所以我相信呢匹馬下次再出嘅時候咧，如果再減磅即係用黃志宏嘅話咧，咁我相信個機會一樣都會喺度嘅嚇，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照樣保存住呢匹馬先，睇下佢下一場係點樣部署嘅。事不宜遲，就翻嚟緊星期三啦，我想推薦嘅賽事啦。咁嚟緊星期三咧，跑馬地咧係會採用 B 跑道啦。咁我嘅心水咧就係第7場嘅4班1200米嘅賽事。咁我呢一匹馬咧，我相信今次一樣啦，都係會有少少分頭，可能10零倍咁樣啦嚇。之前亦都有推薦過嚇，叫大家要拖住呢匹馬嘅。咁呢匹馬咧就係4號馬嘅沙張金剛。咁點解會揀呢隻沙張金剛咧？因為其實咧好簡單，就係首先咧呢匹馬咧，其實喺跑馬地今季咧係未交代嘅嚇。告東尼咧就雖然話鏟咗兩個冷 play 啦嚇，368場次啦，同埋480場次咧都係有啲賠率啦嚇。跑個 Q，跟住咧就之後就浮浮沉沉啦。我覺得咧559同埋613嘅場次咧，我之前嘅片段都有提過啦。呢匹馬咧係唔應該係擺前走嘅嚇，即係唔好話諗住佢要放頭啊搶前啊咁樣。如果你見到呢匹馬係搶前嘅話咧，咁其實可以搣得飛㗎啦，因為呢匹馬咧最好嘅跑法啦，最佳嘅跑法一定係有遮擋啊，居中最好係居中啦，有遮擋去跑，末段咧同佢截一段上嚟咧，咁係最好嘅跑法嘅而家嚇。上場馬咧693咧，鍾易禮冇辦法啦，排11檔啦。其實賽前咧佢都有話咧，告東尼咧就希望佢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去留後啦，揾啲遮擋啦。結果咧佢就揾唔到遮擋啊，佢留後又留唔到，因為揾唔到遮擋啦。索性咧就沿途3碟望空咁擺前啊跟前咗啦。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咁易嘅啫嚇。但係隻馬咧係冇斷到嘅末段嚇，亦都係咧只係輸2個馬位啦嚇。所以我覺得賽績上亦都係非常之唔差嘅嚇。所以我覺得呢隻馬我已經係會備忘啦。今次咧佢排翻個6檔喎嚇。你話6檔嘅話，我相信咧今場咧佢應該係會攞到2碟有遮擋嘅位置。點解咧？因為你其實睇到1檔嘅手錶之星啦，應該係會擺前少少啦嚇。2檔嘅運來5寶咧戴翻眼罩，我相信可能都會係跟前啦嚇。你話3檔嘅咧就係盛裝附錄啦，今次咧就用鍾易禮喎嚇。鍾易禮就冇騎沙張金剛，用奧爾文。鍾易禮騎一隻盛裝附錄，但係盛裝附錄咧就初戴眼罩喎，會唔會係想擺前咧嚇？如果擺前嘅話，咁更加好啦。4號馬嘅起旺區咧，集雙一般都唔係話特別快嘅嚇，都係留後跑㗎啦。5檔嘅身力都係跟前嘅，所以咧其實咧我相信咧4檔嘅沙張金剛咧，今場咧係集合天時地利人和咧，係可以做到2碟嘅6、7位嘅嚇。如果做到嘅話，我相信呢場馬咧好大機會咧係可以交代嘅，因為其實呢一組嘅對手咧，其實咧真正係話有賽績嘅對手，可能係運來5寶啦嚇。今場減埋7磅嘅黃志宏嘅話咧，我覺得都有機會嘅嚇。你話始終起旺區咧，其實跑到而家咧，佢真係好耐都冇贏過啦嚇，都冇贏過，係直情冇贏過添。所以咧，我覺得呢隻馬你可能要預翻佢咯。但係你話佢個集雙又唔係話太快有咩頂磅，跟住又要留到好後去追嘅話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嚇。所以你話沙張金剛今場對佢對手話上場新力嚇，贏咗之後咧加咗4磅，今場快馬都多嘅時候，佢可唔可以keep 到水準咧？我覺得有啲難度嚇，有啲難度，因為始終佢上場都係贏好少啫嘛嚇，佢唔係話一隻特別叻嘅馬啦，都要靠啲形勢啦、磅位去幫手啦。所以其實下邊嘅一堆馬，譬如勝在有型啊、宇宙之光啊、鄉村樂韻啊、盛裝附錄啊、午夜快車、城中勇士呢啲馬，其實都係冇乜表現嘅馬嚟嘅，所以我覺得沙張金剛喺呢一匹馬呢一堆馬入邊咧係好大機會可以贏到嘅。如果做到我頭先所講嘅嘢嚇，今場用翻奧爾文，奧爾文都冇問題啦。因為其實前嗰幾場啦，480奧爾文都26倍都爆個冷啦，爭啲嚇。所以我覺得今場人馬重逢嘅話，佢只要唔好好似613場次咧走去隊佢前面放嘅話咧，我相信咧今場咧係可以交代㗎啦嚇。因為今場都係其實就翻6、7次賽事啦嚇，我覺得盡快交代係好少少嘅。
咁你話配腳嘅方面咧，我自己會揀啲咩馬咧嚇？咁我自己會拖翻，首先就會拖翻隻1號嘅起皇區啦，因為其實咧雖然話上場咧，其實嗰個落班嚇，其實都係好大一個黃金機會嚟㗎啦嚇，咁但係可惜啦，俾隻連冠王啦咁啊劏咗啦，咁啊跑第二，咁啊今場布文繼續騎啦，咁我相信鬥志無用置疑㗎啦，呢隻馬都係要交代㗎啦，咁啊3季都冇贏過馬，咁啊方家柏都一定要交代啦，減分減咗好耐啦，咁你話操練方面咧，其實就埋門啦嚇，彈嗰個快嘅拍跳啦，黃志雲去彈啦嚇草閘，咁黃志雲咧跟晒手呢隻馬，咁啊用布文啦，咁我相信都係好想去交代嘅，所以一定要拖翻呢隻馬啦嚇。咁啊純粹係驚佢嗰個集傷比較慢咧，好似上場咁樣咧，要留到最尾咁樣追上嚟咧，就有啲難度嘅嚇。咁又要驚布文會塞車啊咁樣，好多因素啦，所以拖就為妙嘅。咁2號馬嘅運來五寶都係我第二隻配腳啦，因為呢隻馬首先咧好準成啦，咁但係奈何咧佢加到上嚟135磅啦，134、135磅之後咧。佢個表現咧就真係3344啊、4455啊、5566咧個機會比較大少少，因為可能俾個磅擲住咗咯。咁今場尤達榮咧就用黃志雲去減磅啦，咁啊減翻去120幾磅嘅時候咧，即係124磅嘅話咧，我覺得競爭力係非常之強嘅，因為你見到佢當初贏馬嘅時候128磅啦、120磅呢啲馬都贏過馬啦，咁所以我覺得戴翻眼罩跟前嘅話，黃志雲近排手風都還算可以嘅時候咧，咁啊一定要拖翻一票嚇，始終有賽績證明過嘅馬啦。咁啊，其他馬又點睇咧？我覺得3號馬嘅手錶之星咧，其實喺無米結度咧已經係交代咗啦2場啦。咁我覺得嗰2場已經係季初賺咗啦嚇。咁你話今場唯一一個變數就係轉去廖安銘度，咁啊跑谷草睇下有冇變身嘅機會咯。咁但係我相信呢馬轉倉概念嘅話，我相信都會賠率會比較熱少少啦。咁我覺得又唔係好抵搏嘅，因為始終呢隻馬我覺得有少少退退地啦嚇，退退地嘅時候咧，咁轉嚟谷草我都係睇一鋪先嘅啦嚇，哪怕一檔都睇一鋪先。咁5號馬嘅新力咧上場就交代咗啦嚇，用楊明倫交代咗啦。今場咧，我覺得前置馬都偏多嘅嚇，咁你話要佢重新贏多次嘅話，我覺得有難度嚇，3344嘅機會比較多少少，咁但係我自己就唔要啦。咁6號馬嘅光輝所願啦，咁啊布文騎咗2次啦，今次都唔騎就騎起皇區啦嚇，咁今次用翻希威森，咁我覺得其實呢隻馬咧今場排呢個檔位咧有機會咧就會3碟，因為其實上場咧4檔嚇布文都係3碟嘅沿途嚇，咁今場咧9檔，我頭先有講過6檔裏邊嘅馬咧，其實快馬都或者跟前嘅馬都比較多少少啦，咁可能佢光輝所願未必話真係可以搶到出嚟放嘅話，有機會又係3碟嘅話咧，我覺得就會難少少咯，咁但係自從彩嘅話，大家可以拖翻嘅。咁7號馬勝在有型咧，就暫時都係未得嘅馬啦。咁8號馬宇宙之光都係未得嘅馬啦。咁9號馬嘅香專樂運咧，咁啊都係1000贏嘅馬。咁1200我覺得始終都係難少少嘅，即係又要追咁睇，唔知追到點咁樣。所以我覺得都係445啊、3344頂期盡都係3344嘅啫，所以都係唔要啦呢隻馬。咁啊盛裝附錄啊，可能都係愛嚟做步速啦，咁我就唔要啦。咁啊11號馬嘅午夜快車咧，其實呢隻馬我覺得大家要小心啲嘅嚇，因為始終呢隻馬咧，佢今次咧試閘咧係好咗好多嘅嚇，即係賽前梁家俊試啦，咁啊試咗啲貨咧，時尚風趣呢一貨咧係唔錯嘅隻馬咧，其實係咁都已經係會自己飆上嚟啦嚇，咁亦都今次賽前咧係比較積極嘅，都係試咗2貨大閘嚟啦，咁啊不過湯寶森埋門都再冇一貨嘅，咁所以呢隻馬如果有賠率嘅話，我自己咧如果臨場有賠率嘅話，我自己都會拖埋嘅。咁12號馬嘅城中勇士咧，我呢隻馬就都係會唔要啦，因為其實嗰場即係440啦、499呢啲追上嚟咧，其實我都係賺咗當日嘅跑道形勢啦、步速啊等等啦，咁所以你話今場排到11檔 sorry， 咁啊用到艾少禮嘅話，我覺得機會上咧就比較微少少嚇，所以都暫時都未必會考慮呢隻馬住。咁所以總括而言咧，我今場嘅心水咧就係4號馬嘅沙張金剛啦嚇，咁但係如果要拖埋配角咧，我就會揀翻1號、2號啦，同埋咧臨場會睇下咧午夜快車有冇賠率嘅，如果有嘅話，我自己都會拖多一票嘅嚇。咁啊，希望今次嘅心水咧可以中翻啦嚇。咁啊，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分析嘅話咧，都希望幫手啦 share 啦 like 啦，同埋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同埋開埋個鈴鈴啦，咁下次有新片嘅時候咧，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